观众朋友，今日讲好无？来阿明姑刘浩明放在厝看福起来嘅。其实做善事有几多种，有的人系捐钱，有的人都听书，有的人系捐物质，但是有的人都把的物质交俾希望嘅人。我哋今日有想到来宾都系希望工厂，但是以后做工厂咯，都专门把的物质确实的交俾几多需要嘅人。我哋马上来分享，我哋今日希望工厂嘅创办人还有职工。我们欢迎我们的创办人曾华峰来到我们现场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希望工厂曾华峰，我来自高雄大寮。还有我哋嘅职工，我哋嘅烟太。大家好，我係黃恩泰，係對面農嚟，我係希望工廠嘅職工。首先，我們可以想一想說，為什麼叫做希望工廠？這個名字是從哪裡來的？我們請創辦人說一下。當初我們創立這個臉書社團的時候，因為我剛進入到我現在的公司，那因為我們公司的工作穩定，然後就是福利算不錯，算帶給我們這些進入公司的員工蠻有希望的。然後我跟我太太朋友就想說，當初一個社團要取一個名字，那就取名叫希望。那工廠是因為我們社團裡面大部分都是勞工階級的朋友，對，然後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帶給一些弱勢朋友希望，所以就取名希望工廠。所以說，一剛開始是從算是網絡的一個社團開始的。對。不過嗰時就差唔多多歲啊？那個時候你大概幾歲啊？差不多33歲。咁對於啲33歲嘅人來講嘅話，嗰種工作嘅問題，要拖嘅培養，可以拖家嘅，應該來講，佢是過快樂嘅日的人才話，我想到講，可以做下你社團咯。我那時候在網絡 YouTube 看到一個影片，就是一群年輕人，他騎着摩托車，然後載着一些物資，然後送到偏遠的山區。那我那時候心裡面就想說，人家騎摩托車就可以去做這件公益，做幫助弱勢啊，幫助小朋友。那我們自己有在開車的人，那應該更能夠做得好，然後做得多，這樣子。所以你本身的工作是開車的工作？不是，我在化學工廠，是家裡自己有車可以開。可是龍英咪講，你這個本身你有車嘅，應該去 engine 呢，後騎摩托車就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做乜我就係有車嘅話，我冇辦法做一件事情。對對對。咁人太講咯，你這個本來係做乜嘅工作嘅呀？係鋼鐵。哦，鋼鐵。係中格南咩？係。哦，聽面農嗰邊中格南咩？對對對。咁我感覺有個團體咯。對白煙對晚上發動，係啲左邊嘅朋友對面來講就係晚上發動。咁發動係講乜發動咯？鏡物質本然啊，我講緊人類看下是，可能有啲社團冇相同呢，也唔會錢呢，而且愛物質，佢家做，佢家揀呢，佢家做，係都我們也唔會參加，都開始參加嘅。頭頭我哋那個泰國有講，唔得唔輸錢。然後讓輸物質，然後你這個物質如輸到我如這個去送，你所謂到那這樣子的意思是說，到底希望工廠是不接受捐款，但是只接受捐物資，然後你們去發放物資的一個團體嗎？對，我們大部分都是募集物資，然後把它送到一些弱勢團體上。那我們唯一一次的活動有就是募款。就是在過年前有一個跟那個弱勢的長輩獨居老人，他們吃團圓飯，那是我們唯一有募款的一次。對。可是如唔等啲團體其實佢特別嘅嚇，其實你即係能輸物資啦嚇，物品，嚇，一個物品可能如我哋平常日常時間我以為物品，一個物品係耐輸來咯。就是我們在臉書社團募集，然後一些朋友他們自發性捐贈一些，他們就可能一罐沙拉油啦，一包衛生紙啦，一包米這樣子，大家對盡一份力量。咁我哋又怪怪都講，嗰種外面一罐沙拉油嘅話，我只有一瓶沙拉油，我怎麼送到你那邊去？
看就是如果你自己要参加的话，你要自己载。如果你没办法参加，我们才会去收你的物资，帮您载，然后帮你拍照，然后就是会在社团公布。可是如果你自己能参加，所有的物资就要麻烦你自己载去。就是社团算一个平台，我们不经手任何东西你物资你载过去啊，然后你自己下物资，你自己看到人家来领，或自己你拿出去送。对。哦，所以说本身希望工厂就是一个平台，对对，一个平台啦，可是在平台平常譬如讲有那个消息，是不是会有固定的一个发放的时间或者是地点之类的？我们差不多3、4个月会举办一个比较募集多一点物资的大型活动。那平常可能1、2个月会举办一个小型的10几户的客户发放这样子。那大型活动的话，我们就会找偏乡部落啦，或者一些地区性的偏远地区啊这样子。那安尼嘅法律变成讲，有安尼嘅新闻出来嘅事件，比方我睇我哋嘅網路上面嘅嗰種網站上面嘛，咁你法律等於你講，看到嘅人，都可以去，可以聽數某個東西，去揀某個東西，去分給到人。所以以後，但是唔等會判伊哋，等於講，伊哋發通，比方給到2個人，而即個都提供那一片地方可以量到安尼嘅東西。我哋會一啲場所，可能講判面哦。我哋一開始會先提供我哋派豆腐，派豆腐，我哋會米價錢行，需要乜嘅庫藏嘅、冰箱、天保嘅，我哋都會搭喺用餐房，有人揀啊，本人揀。嗰時都講。之前的你會先去做調查，好，先做調查都希望講，到底也地方嘅人希望乜個東西，因為唔係講米的人如果燒油啊、燒米啊，有啲人可能真係都上頭都唔講伊真係都燒一啲廠冇咗一啲步行器，按你哋統計出來以後，然後放喺網站上面看有人愛應揀嘛，應揀咧，反正冇嗰個，譬如講真係是如果讀到有多嘅，冇用嘅嘢。黑面碼可以拿出來，嗰時候用過啦，就太不會洗呢。所以說，這樣子的一個做法，是一剛開始就有，還是說日後才開始改變成這樣的做法的？對，我們一開始就是這樣，我們希望就是真正物資可以，就是讓他，就是他們需要的物資可以到他們手上。對，如果不需要到那邊，可能別人需要，對，所以也怕浪費掉。咁而家有啲問題，我會講，咁唔可以調查某個地方係唔得，可以選一天數嘅地方。我們一開始比較常做偏遠山區、偏鄉部落，對，想說那邊物資也不發達，然後就是離城市太遠，那一些資訊啊或者什麼都比城市比較差距太大，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大部分1年可能會去個2次或3次往偏鄉部落跑，這樣子。咁像我摸一下人睇嗬，像的按你人揀到嘅物資以後嗬，咁你係一副送下，還是你哋即個過來量？我哋一副送，因為我揀出來，基本期限真係左右，揀人幫到啊，你哋有東西會重嗬。係啊，按多咩？唔係講一時的。咁人哋都家戶送。嗰時候都變成講，唔等調查好誒，其實網路上面都同他人講，見到人哋燒乜東西唔等愛上愛嚟驗呢，我哋都講以前講，驗到錢冇驗乜個東西，驗呢，然後唔等都負責把一道木攝來嘅東西，送俾米家戶佢度去使用嘅。咁唔知個。這個昨天有按限下，都有限就做咩？冇限嘅都最不止一多太了，去中醫了。因為我剛剛有問燕達啦，我說其實你自己本身也工作那麼忙啊，
那你怎么会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团体？所以说我就想问说，因为你刚刚开始讲说，你当初会叫工厂，是因为你们本身的会员里面工人比较多，对，可是工人其实很忙哎，对，那怎么去协调出一个可以活动的时间呢？那我们就是干部，我们自己就是讨论时间出来这样子。那大部分3-4个月一次的话，我们社团里面的人就是蛮愿意来帮忙的。对，他们觉得顺便带小孩子带家人，因为我们活动的话，大部分都惜家带眷，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教育的机会，给小孩子一个教育。对，让父母也知道，带父母出来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，也不会担心说一些像社团啊，人家会担心说社团在做什么这样子。所以说你的意思就是，当你开始在活动的时候，其实你会也是鼓励你们的会员把家里面的人一起带来。对。总旁有冇因为讲生意有冇停顿的做亚发通？小朋友他一开始不一定愿意参加，因为他们觉得有时候去不知道做什么。可是后来他们觉得看到那些生活比较不好的人啊，比较弱势的人，然后帮助他们，然后大人会在旁边跟他们说，顺便教育他们。久了以后，他们觉得，他们出去可以去帮助到一些弱势的人，心里面也觉得蛮开心的这样子。像安尼情形，迄当初嘅创立社团的时间，有想到讲，现在最慢我影响到的这家嘅生意的对人的看法那事情吗？当初是没有想过，但是在现场看到，然后感受到。我们曾经到嘉义一个重症的教养院，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刚开始去，小孩子他会怕，他觉得他们小的时候会怕，觉得说为什么他跟我们不一样。他们有些动作啊，有些言行举止不一样。可是我们活动过了1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发现他们愿意，就是跟他们接近，然后跟他们牵手啊，玩游戏啊什么，就是感觉可以给他们一个就是教育，然后一个接触的机会这样子。嗰出生意的第一摆看到时，其实真的我过讲啦吼，但是慢慢的去接触到以后，我发现讲其实伊都冇想象的按定讲。好，所以说他们透过你们的一个行为之后，小朋友其实对于重症患者的那种恐惧，其实就慢慢消失了。对。那从头我讲，生意呢其實係肯定睇人嘅不一樣去睇嘅。嗰時睇人做乜嘅生意呢？如果停頓呢，好，休息一下哦，等一下我哋話嗰度更精彩嘅故事哦。歡迎過來福氣來嘢。上一台節目我哋嘅來賓同人講希望工廠當初係樣嘅設定呢，我想問一下我哋嘅創辦人吼，從你家希望工廠地步嘅話，你講其實嗰度工廠嘅人啊嚇，除了工廠嘅人以外呢，還有別的人感應也係希望工廠地步嗎？有啊，我們就是朋友，他們有時候會看到我們臉書的訊息，還有一些是社團裡面的朋友，他們看，他們就會問：你們做這個好像不錯，而且你們沒有收金錢，只收物資。他們有些可能第一次來不會捐，他們會去看，那看了以後就陸陸續續就跟着出來啊，或者是一直在捐物資這樣子。那你們對於會員的要求呢？有沒有什麼就是說，我必須要怎樣子的一個能力水準啊，或者什麼之類的？沒有，我們沒有要求，因為我們本身也是一個勞工階級，我們就是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可能我這個月收入比較不好，那這個月剛好辦活動，我就去搬物資。我們社團有一個就是蠻感動的現象，我們到活動現場，車子一來，載物資的車子一來，我們每個人好像是都在搶物資，可是那搶物資不是搶回自己的，搶着搬物資，然後大家都他怕搬不到，對啊，大家都就是蠻有心的，他不會去計較說啊，你去搬啊，我休息一下，不會。我們活動現場，大家
增强的，就是要做这件事情。可是他个人来一片，其实都真是要来做事情的啦，都变成讲，一来一片有乜个事情要做时间，如他个人会冲动来去做一件事情。咁，我想我问一下杨太讲吼，像你这个参加研究的嘛吼，有本人的印象过什么一个故事，某个案的故事？都5年前啊，你碟文联呢，已經所情結錄下去啦。100枚叻嚟研究，所以說唔是有人嘅收聽嚟啊。嗰所以等於講有冇個嘢，咱們如模擬去天數情結，個模擬做一件事情，甚至連5年嚟，伊都冇辦法，像我哋樣嘅講啊，幫我哋呢冇個前頭，像啊那樣，我也冇法，老人家人咧也冇法嘅啦。像刚刚燕達有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他们曾经有过，就是说帮一个家户贴门帘的故事嘛，哈。那从你这样子的看起来，其实以台湾来说，真正没有办法求助的人很多吗？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医疗网很好嘛？那以你们的状况来看，我是觉得真的蛮多这种弱势的边缘户。那这些边缘户，我们的社会照顾体系都照顾不到吗？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民间的一些私人机构这样子，可以再多帮忙他们一些，对，因为政府可能要照顾的太多，可能没办法多照顾。那我们就是得知一些个案的话，得知一些偏远部落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帮忙政府多加一些帮助。嗰時像我頭都講嘅家人嘅話，伊本身有最大事業嘅嗰種照顧嘛。我大部分都邊緣户不多。什麼叫邊緣户？就是他們生活其實並是真的不好，可是他沒有辦法申請到政府的中低收入户啦。他可能有房子，可是他以前他爸爸媽媽或者是他先生或者是他太太，他們一起留下的房子，他總不能把房子賣掉。可是他房子他有地產，可是也賣掉，他也是等於沒有辦法，就是他也沒有經濟的收入不好，他又沒有辦法申請政府的補助，對。所以說，以現家標準來講嘅話，伊這個名下有房產，嗰時冇辦法算係我哋嘅重大事業戶嘛。嗰時就變成講，其實政府睇一塊地方，以為你講，你這個本地都有房產嘅嘢，嗰時冇辦法去天數。但是真係有時嘅嘢，真係都有房產冇現金，冇都冇人照顧，冇收入啦，冇收入。嗰時其實有嘢咧，個個唔可以你講有房產，我個好。嗰時唔多多嘅阿公阿婆應該都安尼情形。厝腳都冇人發嚟咩？但唔係收聽了100個一碟門簾冇法度啊。當初是怎麼去找到這一戶老人家的？就是說你們除了是別人可以轉介給你嗎？還是說你們會去跟某個戶政單位去做聯繫？我們是從華山基金會那邊知道的，因為我們平常也是都市農工商，所以我們就是個案的資訊比較不好，那我們就是會去網路啦，或者是去別的社福團體詢問。對，看有沒有需要另外再幫忙的，那我們再額外再幫助他們，因為他們原本就可能有在幫助這樣。嗰時就變成講華山基金會有把資料本嚟以後，你我先一看了以後，然後你咪講，真係要去調查嘅，好去天數嘅家戶，好，你如何去可以嚟有乜個需求？因為人哋看過呀，看到你哋面試唔好，那不就會登記啦，嗰人對佢所的啲門簾啊。你們一般來說，一個活動大概有多少人來參加？就是志工朋友的話，不一定，有時候100個左右，有時候也200-300個。對，200-300個人，你要怎麼去統合這個志工的一個活動呢？200-300個的話，大部分在年底我們那個週年，我們會辦在偏鄉部落。對，然後因為那個有一點類似像，就我們會跟
部落互动，请他们那边安排一些表演，那我们这边也有安排表演，跟他们一起互动。那时候会比较多人参加，那是一个周年这样子。咁像我問下吼，像你而家服務到人家嚟講嘅話，唔見咧讀到最多嘅服務嘅，可能係大部分人嚟呀，係獨居老人嗎？還是說失憶啊？還是說他自己本身都沒有辦法照顧自己嘅老？唔種係一擺拍面容啦，吼，唔係實叫我哋拍面容嘅，我看到咧睇唔到，看唔到，一定係係嚟。伊睇唔到、看唔到，咁伊平常用嚟去照顧自己咯。伊都有法度下咪都嘢幹嘛點咧？啊，年日都等於都食乜個東西都顯伊啊，要給差不多點樣買路草嘅。係，啊，我哋伊都係伊也唔跟我哋點，我哋拜託李總啦，拜託嘅幹嘛點嘅調教用啦，但我哋伊然後愛點哦。還是要有一啲鬆人嘅。有，伊講不影片。係冇唔錯。誒。你頭到我哋咧演佢講佢哋貴重嘅故事，都講，從我哋去聽數年嘅時間，其實人家人嘛唔會講，那講嘅東西，那我都講數打邊啊嘛唔敢開門一本嚟手機啊。假如等於講等我去訪問一啲家父嘅時間，係咪我先去拍一房叫做村莊里莊啊咧，係一帶人哋去嘅家父啊，我哋老人家我感覺到夠安全係咪？哎，對。那有時候也是經鄰居啊、街坊啊，來跟我們就是知道我們在做這個公益的事情，來通報我們，或者一些朋友來通報這樣子。咁從人而家來講嘅話，唔等啲工廠地位，希望工廠地位嘅人，誰來存誰冇嘢傾向度啊，還是講誰來嗰度啊？都有，小孩子也有。那我們工廠裡面其實形形色色的蠻多，對，曾經有一個我們裡面的，他算也是我們幹部，他說他帶小孩子來，看到這些人大家一起做公益，其實原本蠻開心，給小孩子一個教育的機會，可是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說，那個怎麼我們社團裡面有些人的就是刺青啊，或者是說比較土性啊，講話就是比較粗魯或什麼的，然後他覺得他給小孩子，怕給小孩子一個教壞小孩子。可是我跟他說，我真的直接跟他說，我說其實我覺得這些人才是最真的。他們或許以前曾經走偏過，或者是比較荒唐的歲月了。對對對。可是他發現他盡他的能力，他可能他沒有錢可以捐物資，是他可以來這邊辦物資。我們在活動的時候，大家都是物資都搶着辦。對啊，那些人他才是最真的，他最想要去幫助別人。不是有些人或許他捐蠻多東西，可是他來，他就是讓手插呀，手插着這樣子在那邊看，可是覺得那些人還是真。那我就跟他說，沒關係，你覺得適合的話，你就繼續跟我們一起對做下去。那不適合也沒關係。都變成講，其實做愛心有幾多方法嘛？譬如講你募資啦、捐錢啦，其實喺另外啲方法嚟講，變成我哋做愛心嘅人嘛，應該唔可以分講唔聽用嘅人。唔係講今日捐嘅錢如果個定，其實出啲咪係一種方法吧？嗰時就變成講，今日唔是講人要出聲係嘛嘅，今日人家有一份心去聽數朋友，其實都一樣。最好的事情，所以說你們這樣子的一個社團裡面，幾乎都包含了很多其實願意付出的一個人來到這個地方，然後願意用自己能夠去做到的方式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不管他的出身是怎樣的一個狀態，然後只要能夠在這樣的場合裡面去幫忙別人，其實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方式。對，就像我們工廠的主旨一樣，我不富有，但幫助人我願意一樣。沒有一個人會覺得自己是已經富有了，對不對？對，但是要受幫忙的人永遠就是那麼的多。可是從你這個本地總幹嘛咪的話，都等於講你有限的時間，如果一天就要做一件事情，
係啊，我哋都有下我哋都多現場，冇下我哋都買物資送到太了。其實做愛心唔是愛個有錢，做愛心嘛唔是一定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上一台節目，我哋嘅創辦人係我哋志工，同人講我哋希望工廠係點樣運作嘅。我想重問一下嗬，種人節目一開始嘅時候，講我哋唯一嘅有募款嘅一個發通路係我哋咧，差唔多喺年代嘅名啊，幾點樣嘅一個發通咯？我們在農曆年前呢，就會有一個團圓飯。那因為我們感覺到這個邊緣戶那些獨居老人啊，或者阿公阿媽，他們好像很久沒有吃過團圓飯，所以我們在今年的年初有舉辦一個跟那些三師老人一起吃團圓飯，然後給他們就是感覺一些過年的氛圍，然後有一種團圓的感覺。當初都想到講要做團圓飯啊，你發通咯，就是想說我們自己每當過年過節啊，家裡都要團圓，可是我們出去送一些客戶，幫助一些客戶的時候，覺得他們蠻孤單的。有時候可能一個人或兩個人，或者是一個人要照顧三個人，他也根本沒有那種吃團圓飯啊那種感覺，過年過節那種感覺。所以我們想說，讓他們有一種這種氛圍，而且就是我們中國人最重視的一個節日——過年。所以說，這個活動從你們希望工廠成立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嗎？沒有，今年第一次。今年第一次。對。那你覺得你看到了什麼呢？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嗎？我覺得蠻感慨的，有時候現場看其實不會開心，不會心裡不會感覺很好，因為你覺得吃這種飯，我們平常的話，我們覺得應該還好吧。有時候去讓人家請客或什麼，或者是家人吃飯，可是那一些老人，他的臉上，他的眼眶裡面，好像都已經有些老人，他眼淚快掉下來。那我就問他說：“你怎麼感受這麼不好，那麼深？”他說：“我沒有錢，我也不可能吃到這種半桌，也沒有辦法去包紅包去讓人家請客，更何況這種團圓飯。”所以他們吃起來就是很開心，可是他們的臉上不會，就是我們感覺得到他們又開心，然後又難過。那我們的人看了以後，很多人其實我們今年第一次辦，我們的人都沒有什麼吃，我們自己也吃不下，因為我們覺得沒有吃，然後其實我們都包起來，再拿給他們帶回去，是我們現場的感覺。可是我都變成講像團圓飯啊的意義講歸珍爽嘅東西，其實咪係一種，我能講愛沙飛嘅解決以上嘅人可以有安尼嘅身份，然後都變成講同我哋創辦人講嘅，唔可能經濟條件冇安好嘅時間，你即個唔介意俾你請，吼，嘛唔可能講有錢花起錢去講，我哋外面是一個團圓飯。可能平常三餐都食唔到飽嘅，我可能話我有錢去食團圓飯。最重要係講，冇人好團圓啊！你沒有人可以團圓，其實對於很多我們所謂的三師老人的話，其實很多家人都不在。一個人的團圓飯其實是每天吃，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影子，自己跟自己的電視。你幾乎很少再有一個機會是跟很多人一起吃，而且有那種連結的感覺。我們現場也會佈置的像要過年的樣子，讓他們有那種感覺。所以他們，你會覺得他們好像很開心，可是又好像很難過。那個應該就是說，對你們來說，應該就是動員最多志工的一個人力的時候吧？對，人力跟錢力是最多。那這樣子的一個活動，對你們來說，第一個你們是唯一有募款的一個活動。那募款的方式是怎麼樣？因為我們
那时候去协调找我们办桌的朋友，那就是订一桌就是4000块的话，那我们自己我要吃的话，我就是要缴一个人就要缴400，然后如果我要捐的话，我们是用200下去捐，就是一份就是200，你捐2份就可以让一个老人就是来吃团圆饭这样子，我们是用这样子下去募款。所以说，它是先放到网络上，就是说我们大概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大概要募几桌，对，然后大概就会有几个份额嘛，对，自己吃的话就是400嘛，那你要去认捐的话，就是一个份额就是200块，等于是2个份额就可以让一个老人家吃，所以说用这种方法是放在网络上。对，那跟要不要替白做法省好用呀？我们今年第一次办，我自己觉得蛮不错的，因为我觉得有募到17桌，对，有募到17桌。除了办这样子的一个，今年是第一次办这样子的，像类似像尾牙宴的一个团圆饭嘛，那对于未来呢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是能够得到更稳定的物资，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。对，那能力的话，因为我们还是现场需要蛮多能力来帮忙办物资，然后办活动。对，那有时候送客户也是一样。中途中我哋创办人有讲，伊希望讲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物资的来源啦吼。那应该一般的物资的一种需求的方法，可唔可以同我哋观众朋友同我哋睇下讲一下嘛？譬如讲，你哋很用嘅去公布，然后他嘅应用嘅去送东西。也咧都我哋创办人对蛋糕打我哋需要嘅物资有多嘅，咁樣有2包苞米，我哋米規個對3公斤，2包苞米，1道罐沙拉油，攏會打嘅蛋糕，咁今日我喺家下杯打，我米40包，伊蛋糕會佢存1道嘅。所以讲，蛋糕打工存1道苞米。好，如变成讲，伊开始的时间，创办人无如讲其他朋友去了解情形以后，好，如他有提供也摆可能送一道夫，哈，嗰是希望米，譬如讲油40包，哈，油的话可能30罐，哈，无如创个一支，哈，步行器的安尼。咁底下嘢都開始要硬件咯，錯嘛？譬如講我都可以講，加個米，我可以幾乎是包，好，然後油5罐，上面攞啲扣。咁按你情形嚟講，咁因為你係用路上提嘅連同嘛，有嗰種講我當初講10包，結果我冇10包冇送去嘅情形冇。冇呢，全部都會到呢。全部都會到。咁你一定會人大部分係地區行嘅人嘛，還是講全國的人都有啊？全國的人都有。全國的人都有。嗰種剛剛你講嘅，即個10包米啊，要把即個送過去。剛剛你講嘅係你哋台北人用送過去咯？伊都先買寄下來。先買寄下來。寄下來，伊當坐高鐵也係視察下來。嗰種嘅變成講。對物質的方面，你一路寫個清楚，然後你愛去硬件的人，哈，如準備好，如果我睇下佢負責給付一道分，好，我到時都幫我負責的給付嘅分數，如可以用咁嘅方法先給人的給便宜。所以說你們那邊平常會有個收貨的單位嘛？對，我們有一個集中的地方，對，就是大概在活動之前的時候就會有一個集中處。對，因為有些人他們沒有辦法去嘛，那我們就會去幫他們載物資來，這樣子有一個集中的地方。那所以說，那這樣子的話，就變成是說，你們今天把所有的需求都放在網絡上之後，大家再去認捐，然後你們再找一個時間開始做發放的一個動作。對，因為其實你剛剛有提到，就是說你未來希望說物資能夠穩定。這個穩定的意思是代表說，現在對你來說，物資其實募的時候有時候會多，有時候會少，是這個意思嗎？對，有時候偶爾啦，只是說我怕，因為我們想要做更長久，所以我希望以後我們都一直有一個穩定的物資。對，因為我們最需要是物資。對。從你健康來講嘅話，你的服務嘅範圍睇哪呀？介意
那么下弯山米农六龟岐山。可是太阳路其实范围还是偏爱的中南部嘛哈，很南区啊部分。然后路唔单止讲係你要糖度嘅，冇如果有探到買個地方使用一天數，所以說它還是以發放還是以區域性發放嘛，對不對？对对，我们是不是就是說只是為了某一戶這樣過去，其實你們是區域性的發放。一般都有為了一戶人家來做喎。做乜嘢辦法為到一戶呢？佢戶很容易的情形。也都離種補償來幫佢啦，都一個石頭岩啊，也係汽車嘅一個嗰個啊管那個管吼對啊管，啊有嗰時要安尼也陪管咧用咧呐，嘛都臨時都補償伊都揀嚟事實上邊啦。也都臨時誒，其實佢係一個救命的東西，但是真係冇便宜。係啊，冇便宜。但是他講你來天數嘅話，其實可能可以比嗰度有一站嘅過火熱的啦。因為我哋種都補償來時間，我都現在市場過一輩出啦。隔一禮拜，我哋社團都在揀事實上過去啊。其實苗路過睇下，一鋪出東西都是種嘅啊。愛心嘛，集中的啦。係啊。其實愛做好事唔是等有錢，愛做好事嘛唔是等時間，有一粒心就可以嘅。你今日感謝兩位來到現場，同我們分享一段精彩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大家。謝謝大家。希望有興趣做公益的朋友，可以在臉書搜尋希望工廠，加入我們。謝謝。休息一下哦，大家聽下嚟時常來運動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永璇，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。今日我教大家係全身嘅伸展運動，請慢慢地坐下來，同下做運動嘅哦。用隻腳向打側，手用嘅腦背，都是豎上來，腰骨還有我兩骨要伸出來，腳放來，腳尖，腳放來，腳尖，啲腦背老人強呢。啲地背老人強呢，好，同一腳吸起來，大口來，吸起來，用下來，一，你嘅時間大口來，三，再數放來，四，用下去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更加同嘅數，好，表現嘅腳踝，另外隻腳打開來，好，慢慢地喺前面爬。做一個開胯的練習，可以發展下意識。慢慢地爬過來，
加弯片，先从单片开始。好，也动作可以适合初学者哈，来慢慢的往前面做一个伸展。可以发在下去时，慢慢的数过来。更加是看那先两只脚，两放来，顶在前面。可以把两只手伸出来，慢慢的数过来。好，更加从个脚打开来，个左手慢慢的滴右片伸出去。可以发在下去，慢慢的过来，好，来弯片，你的柔软度可以把它秒到脚，唔可以唔怕，初学者可以多一片，不可以。慢慢的数过来，更加两只脚打开来哦。都是数放来，好，两只手打开来，悄悄扮用诶，一只秒个脚，一只伸出去，伸在上面去，按按住看个数，慢慢的归在中间，弯片。再来，你数2秒动个脚的哦，从个胸部打开来，看上面，慢慢的弯片。在中间，更加要长的速度放快咯。1、2，用下来，3、4，过来。谈论线上通下走。好，慢慢的过来，那在前面爬楼梯用诶，在前面爬，做一个伸展。
再一摆，在前面爬楼梯。爬过来。慢慢的走，更加可能跌梯仔的，慢慢的就可以爬下去。爬到你左边，再爬过来。最中间，同一脚坐过来，同一腳同啊，兩隻手然後來，前面做延伸，慢慢的過來。出來，慢慢的跳起。腳可以同啊，慢慢的走出來，平間會剛剛的柔軟度變好誒。弯片，今日的運動能記得了嗎？你做到了嗎？慢慢的練習，做唔到，明日慢慢的聽運動，明日運動對身體會更好哦。好好運動，下次再來了。